好啦，大家歡迎收睇2025年6月15日星期日下午2點半嘅颱風速報，現時時間係下午2點。3號颱風信號現正生效，我哋都係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。蝴蝶已經進入江西，其外圍嘅雨帶經影響廣東沿岸，帶來狂風驟雨。預料蝴蝶會繼續向東北方向移入內陸，進一步減弱。與其南嘅氣流影響，本港下午吹強風，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，但風力會逐漸緩和。隨住蝴蝶逐漸遠離，天文台考慮喺今日下午3點至6點期間發出強烈嘅風信號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預料西南氣流將會逐漸活躍。星期一同埋星期二，廣東沿岸會有大驟雨，市民請提高警覺。海面有大浪同埋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咧，我哋咧而家咧就嚟睇下個風暴消息，唔係講錯啦，風暴路徑。好啦，現時下午2點，現時熱帶低氣壓蝴蝶已經距離本港應該係以西北約400公里左右嘅。我哋而家咧就嚟睇下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啦。然後我哋再嚟睇下個雷達圖像。好啦，我哋下午2點半嘅颱風速報就講到呢度啦。我哋夜晚8點仲會一次颱風速報，我哋夜晚8點嘅颱風速報再見，係咁先，拜。